弟兄姐妹平安，周间信息题目：常与我同在。圣经马可福音3章13节到14节，耶稣上了山，把自己所要的人招来，他们就来到他那里。于是他设立了12个人，又称他们为使徒，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，也要差他们去传道。耶稣按着他自己的意思选召人做他的门徒，而做耶稣的门徒有3个要素：第一个，常与主同在；第二个，奉差去传道；第3个，有服事的权柄。做耶稣的门徒首要的事是常和主同在，喜欢跟主在一起。主的同在是门徒的喜乐和最宝爱的。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时，门徒可以用肉眼看见耶稣，亲耳听见耶稣说话。但今天是圣灵的时代，主复活升天后，从父神领受所应许的圣灵，将圣灵浇灌下来。我们必须追求圣灵充满，而且常常被充满，才能享有主的同在。主今天是借着圣灵与门徒同在，我们可以在圣灵里吃主的肉，喝主的血，享有永远的生命。主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借着圣灵住在主里面，与主成为一灵。当主还在肉身时，曾对周围的门徒提起此事。彼得当时尚未被圣灵充满，他也完全不了解主在说什么，但他坚定的要与主同在。他说：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做门徒的首要之事是死心塌地的爱上耶稣，绝不离开主，无论是生是死，就是要与主在一起，与主有生命的交流与连结。主说：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，我又因父活着，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主活着，我们也活着。保罗说：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上帝儿子而活。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做门徒的人昼夜活在主的同在中，无论醒着睡着，都与主同活。劳伦斯弟兄说，如果我们要享受神的同在，就要继续不断和神交通，停止与神交通而思念琐碎小事是愚昧可羞的。在里面不住的祷告，不断和主交通交谈，目的是为了爱主，与主同在，而不是只想借着不住的祷告来经历代祷的威力。诚然，上帝可以移山代祷也是我们的本分，但做门徒不要急功近利，他必须在工作中、生活中学习随时随地的与主交谈，以致常常意识到主的同在，在静中，在动中，主与我们同在。与主不断交通的祷告，
必须参透生活每一个层面，使生活融入祷告，这是上帝无尽的恩典所促成的，为要使我们成为爱慕耶稣与主同在的人。假如你把自己一切的软弱、需要和烦恼都这样向神倾心吐意，祷告就不会无话可说，因为你的话题永远也不会穷尽，反而会不断更新。彼此之间毫无秘密的人从来不会缺少话题，他们不必思索什么不该说，因此彼此之间没有任何隐瞒，也不需要很刻意的找话来说，他们会表达出心中丰富的想法，不需考虑便直接说出，与主如此的亲密，毫无保留的相交是有福的。主是我们真正的朋友，他总是赐给我们所需要的忠告还有安慰。我们的危险在于抗拒他，我们必须养成聆听他的声音，在心里保持安静的习惯，要专注倾听，以致当他对我们说话时，我们不会漏掉任何话语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是你选召的，你要我们常和你同在。谢谢天父的爱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。阿们。